来迎接元帅于将军。你为大人请了。你为大人，妙女家头在身，马上有礼。快接风酒，接风酒。于将军杀身而死，平口救护，真是令人敬畏。是啊，是啊，刘元帅有此奇遇，真是好荣耀，好威风啊！弟弟，那边百姓蜂拥而来，不知为了什么？女将军，这一里征兵开退，名扬天下，故而他们都要来见见女将军啊！哦，既算是此，怎让他们来看看又在何方呢？是啊，不可。我朝女中英豪，为你一人，既规必办，怎能轻易压制西外不说不过客？上面见驾去马。是众将官职，拜敬安城。秦氏的鬼啊子啊！看见那神采神配老悬崖，秋夕早妆陈碧雅，秦氏的鬼怕鬼上。秦氏的鬼，我们怕鬼嘛？不是，帮帮我，请问老大，这样你那为了什么？这可女将军啊！这可女将军，女将军是谁？与俺老丈相告。喏，女将军名叫刘经理，刘天华是他老母亲，平克救护为朝来，惊动了满城老百姓。女将军好看不好看呀？我也没有看到过啊！那请你相公快去看房，讲给我们听听啊！来，快快快！大明嘉靖皇帝为御妹秦国公子刘景帝。哦，你将军是御妹娘娘了，御妹娘娘，御出正子在东岳庙求神保佑，曾许下宏愿。今得胜归来，特献本月15，谢人疗虐。从今天起，请假3天，疗虐之日停止一朝。凡入京之子，不能军民承登，一律不准偷看女妹。又是不准看啊！事业不为，年老在我去上路，不配从军。哎呦，年轻人做公在啊，年轻在立长。好了嘞，不吃饭活不了，不可御妹娘娘又不为事了。晚日去做生意去。御妹娘娘看不到，还是回去看自家妹妹去。真是少有的奇事啊！倾国英雄女将
从军刮木来，血尊沙场10层，魔鬼引打破天门城，万年挂帅又出征，辽鸟来过太清兵，盘古千秋刘美名。想不到我朝终于在刘经理，并口救我好本领，好本领好为民，待问其名必见人，问其名必见人，现在夫人千波雷，我朝拆了女将军，为什么也是闻名难见谁？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偏偏不曾人家看呢？相公，到了烧香那天，你跟我一起去看。去看去看，也想过去杀头啊？杀头啊？是我家相公的头啊！我家相公乃是五部长史冯来上的儿子，谁不碰我家相公一个外貌？凡三出的王帮，官家之子也要杀头的。相公，你到底敢不敢去看？相公，你不怕杀头？哈？人人都是不能看，我偏要去看，看这女将军，请不的贵，他陪我来呀！请娘娘上香，晨晨啊，做梦晨晨为灵光，保佑我平口救子女上。今日来今相托，太女们困苦用心听家访。儿子听相
其中必有缘故，我是将他带上坟上一问，以免错在好人。将他带上来，带上见娘娘。是。娘娘得让表明冤枉啊！走，也早晚回。是。哀家要斩你，你可曾冤枉为了什么？不知娘娘要在小民为了什么？外望娘娘讲明，小民死而不冤啊！你躲在神龛之上偷看哀家，难道是斩你不得？哎呀，娘娘，小民并非来偷看娘娘的，外望娘娘大不是在上我一命，愿娘娘不得秘密只身门道。嘿，满口无言，满口无言。啊，娘娘，小民并非无言，我实在是吓昏了呀！你既然不是前来偷看哀家，那为什么要躲在神龛之上？请娘娘息怒，用小民讲来。讲。是。小民本是乡下人。嘿，本你既然不是来偷看娘娘，那为什么要躲在神龛之上？谁要你讲什么城里人乡下人？有没听他讲下去？是啊，这位姐姐说的对啊，我要慢慢地从上面讲下去啊。讲。小民本是乡下人，家在哪里？家住在哈达门外哈里乌鲁哈达桥旁哈达城。什么哈里哈达？他是在哈达门外哈达城。明白。小民名叫张小儿，如今上面去不清。谁要你带什么身世？此位老娘虽聪明，那这个听一声快啊！我一人听一声，不料呀并不轻，本听得东岳大帝之灵神，忽日我归京城，举人保佑我娘亲。恰女娘娘奉驾到，我要出门已不能，且待我心胆惊。门内我在神龛之上，才长睡。三天之前早已高官王放，难道你还不知？分明是一趴无言。娘娘有所不知，小民家道平安，我从里都不说啊。难道你耳朵也聋了吗？难道没有听人家讲过吗？我是听人家讲过的，不过人家讲的不是这一些呀。人家怎么讲？小民不管讲，小民告退了。我一人听得不老家，这娘娘是平头就不为名扬，冲锋一阵才归到，倾国英雄成景仰。军中有多少女儿婚啊，都是娘娘手下家。昔日里我应江州前不及，今日里恰怕小民来看娘。看你分明是有头公公一力巧艺当身，娘娘还是把他绑出去看了。哎呀，娘啊！杀了小民不要紧，可怜我有8人3岁老娘亲。喇叭唱唱兵打仗，鼓鼓铃铃鼓人鼓，好放心。我娘啥子我身亡，应在是平上家贫，西上家少，东上家有苦草之根。于是乎生定聪明，外望娘娘应是白娘，我老娘在问继承啊。张小儿，顾念你老母
听从夫人侍奉，虽少你不是。张小儿，你快快回去吧。哦，是。你为我吃而不为家，娘娘有所不知，外面御林军的故消灭出去，真是难保性命啊！巧莲，吩咐御林军两张小儿同营，不得阻拦。是，外面御林军听他，娘娘有令两张小儿出去，不得阻拦。是，张小儿，你快回去吧。是。哎呀，我曾经没有看到娘娘啊！这。娘娘在让张家人可惜。他但张小儿，一家到了你为我去而不返。母娘娘不在，小女敌人可惜大恩。要是为得家去，母娘问起亲友，定要责骂于我。娘娘不说你为什么不谢谢大恩？这样岂必让得老娘气恼一场于贫国里？不如小民再要回来，不谢娘娘不占小民之恩，倒是个自听他理的小子。放了。张小儿可惜娘娘不占之恩，愿娘娘百年富贵。罢了。张小儿再谢娘娘不占之恩，愿娘娘岁岁平安。罢了。张小儿再谢娘娘不占之恩，愿娘娘怎么？愿娘娘诚心实意啊！这真好没道呀！呀，吹！自称好他的在吧，娘娘。你下一笔，我们晚子为夫吃吧。百家为夫是，百家为夫是。可不见呐！玉铁花见家娘娘千岁，禀圣，月白见弟弟。罢了啊！谢过王爷。恭喜我儿，贺喜我儿！弟弟。月喜从何来呀？万岁年我儿平反于公，今日早上私下这赏脸报禀。公上也得好报禀。儿啊，万岁言道，但等明年科举，此必就是我儿定品之物。弟弟，
儿啊，今日四更时分就启程有苗，到这时候再回来，真是辛苦你了。只要国泰民安，女儿辛苦一些，又得何妨嘛？王爷千岁，娘娘去年想不到早一好回来了，偏偏在庙中看见了。看见了什么？儿啊，看见了什么？神龛之上多着一声。啊！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什么？儿啊，是男的，是女的呀？是男的。是年轻的，是年老的？年轻的。你可能见到他？见到的呀。他可能见到你？当然看见的了。儿啊，领到那这种广度，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放下我心头之恨。弟弟，女儿已把他放走了。这为什么？弟弟永庇，他是一个乡下人。乡下人难道就赞他不得？只因他老娘顺从的，听义佛呀见不要，回到庙中去成婚。他是一个小桃子，为我饶了他的命。儿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真是女儿的不是。岂不闻王不乃是，不不乃用，你不该轻易的将他放了啊！弟弟，岂不闻忠臣孝子，深深得而敬之，总算腐败裂掉，也给坤氏担分。儿啊，万岁女婢应了了，张天王法万民笑，他出完王法自欺骗，问他孝道不孝道？你是皇姑女妹，贵婢吧？这男子轻易接人借用阿毛，那是沸沸扬扬算出去，把王家正念一担头。儿的脸上扫光彩，为父也要被疼笑。原来弟弟是为了这些。哎，这不单是为了我，为我为的是你呀！为人才是好生命，今日期末不落雨，常言道是真是鬼，曾经阿中是情是劫三可亲，彼此回复都老套，女儿的做事他真心。巧丽女妹，娘娘上楼去吧。是，宋娘娘，女妹，王爷，那个年轻下民新的名字。王爷，人已经走远了，还要问他做什么呀？听我讲。他叫张小儿，家是哪里？是在什么哈里哈达？什么哈里哈达？哦，哈达门娃哈里糊涂哈达城。什么？哈达门娃哈里糊涂哈达城。好，下去。这个刁民只可也给魏家了家哟。有王爷，他打4名教尉去到哈达门娃哈拉糊涂去到乌里糊涂，不对，哦，去到哈达门娃哈里糊涂阿达城，把刁民张小儿砸了见我。是。张小儿，你把老夫搞得糊里糊涂，老夫也要你死得糊里糊涂。心里悠悠好自在。
庙中放着方小儿，归来反受西堂，好个去意！小李子，娘娘还在生气？是啊，都是你说话不留神。我想这种事情嘛，讲讲何妨？再次王爷听了会这样大惊小怪，叫娘娘埋怨了一顿。我说你呀，老脾气总是不改，肚里知道了一些什么，必要讲出来才痛快。以后啊，可要改改啦。是啊，我下次啊再也不会多开口了。哎呀，你们还在讲些什么？是吧？娘娘，刚才都怪我不好。谁怪你来？起来吧。多谢娘娘，我知道娘娘不会轻怪我的呀。哦，娘娘，这件事情啊，都要怪那个害人的张小儿不好。哎，怎么能去怪他呢？要不是他，怎会查出这种事情来呀？娘娘，白天娘想辛苦了，还是早些安排吧。哎，娘娘，还是早些安息吧。哦，娘娘，你还不知道啊？刚才王一鸣家园带领了40名教尉到哈大门外哈里屋头哈大村去捉那张小儿了。当真？当然是真的了。你又来了。哎呀，这边是如是好呢。娘娘，什么时候是好啊？没有什么，你们去睡吧。哎呀，凭着自己的名声去做他，所以我心中乱是马。弟弟呀弟弟，这朝臣是铁朝臣，与我兵苦苦将他征王法。哈大门外，哈利不动。哎呀，我真记糊涂了，我后用为他尽力。他这是本身乡下人，为娘求人到庙内，听他节目本地音，分明是异乡他的来。再看他面貌精巧有志气，浑身不转半点灰，举止行动都很雅，难把他的真相给。再听他是个送电话，再听他为娘求人来，分明是哪家一所生扮作乡民到庙内。弟弟呀，你在名门去做他，一定是空手而去，空手回。张小文，你可知我为你受气受惊啊？他为我冒失到庙堂，我真难猜他的心。
事而来，岂是为了这性命？不看他三番两次去我为，有应不应是此眼，我不专情看他我。他必定是别有用心，冒失来。是这般他端论是他道，是这般多听女儿他分君子他有好去一样愿与你，人是太轻永相常小儿啊，常小儿，你在船遇着一片死地，真乃是水漫乱桥路难通。我在船遇着一片死地，真乃是头门四海人空空。你是他比桃鸟难迷花，我是王八落花扑东风。终于描成了相思的彼此无人再相逢。我越不思念，心思发人情，海底难捞针，风把相思天空。
娘娘等我地道一定是有病了，待我快去报与王爷知道。有梅，无里无多的又去禀告王爷了，真是。父亲早有子长在，绝不轻易把情泪，是非身上情为美，愿一个万众上愿无中亏。启禀王爷，娘娘病了啊！有没带路？有没先来一声话？正好比不冷水当对叫，急得我烧水冷子病，急得我的魂怕响。哎呀儿啊，你病了啊！你没有病啊？可你永夜交代，人死光辉，真是无病啊！我医生来了呀！他怕有情。哎呀，弟弟！儿啊，有病真的不肯，看一看，看一看啊！有情况医生，看啊看！小医生叩见王爷。哎，你怎么又帮忙安琪妈来了？请问王爷府堂是何生真有贵呀？娘娘千岁有病。哦，原来是娘娘千岁奉体不爱，是指待小医生与娘娘千岁为嘛？啊，要问姐姐，要问姐姐。啊，要问姐姐，关医生，请把这红儿便系在娘娘奉手的马蹄子上。哎。要做红玉罗，做红玉罗啊！知道了。小心一些啊，先生，你娘娘千岁看病要谨慎小心才是啊！请王爷千岁放心，就是与娘娘千岁看病，就是与平民百姓看病嘛。小医生一当家庭老者，必尽心思。不管大病化小，小病化无，哪怕是病危万分，小医生也能叫他尊为为恩，去死为生。你要太巧得正，千万不能乱下定论。是。哎呀，巧丽，我实在不平啊！娘娘，有病立当要看，看吧，看吧。黄医生，洗好了。先生，娘娘生什么病啊？这种病啊，是假嘛？假？是金非金啊！哎呀，王爷千岁，小医生引医数十年，这种病啊还是头回见。小医生才来下多病金临请高明，临请高明。哎呀，先生，娘娘千岁乃是王封玉美，倘若万岁江山下来，怎么了得？大王先生再看上一看，咱能依得娘娘病愈，老夫当罪名伸张，从丧死于你。是遵命。
不对呀！方才先生言道，我儿治病事下必加，事情必尽。仔细见他，一为儿生气，一为儿发笑，他要么比真的得了疯病了啊！疯病？对了，一定要坐在神坛之上的那个张小楼下流有些失望了啊！哎呀，王爷快想个办法呀！我心儿子嘛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哎呀，那怎么办呢？对了，待我进宫立刻命令万岁知道变了。王爷！哎呀，老夫妻完了啊！王爷完了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真是一为儿闹，一为儿笑，什么事情必尽，事下必下，这究竟是什么病呢？七八遍，深深的过尘烟，我的半情相思难舍退，你在宫里可自对。温馨，哭的是自流难忍，恨的是自残难禁，愁的是他从此发誓。若得丢开难发水，隐隐撕开在心头。小弟呀，像你这样貌似花才子虚，做什么愚昧懂什么儿，恰不是害了你，苦恰了我，再看怪相思追才对。小姐呀，你害我这相思早还不对，没来又把我这小命儿丢。金秀华，别哭，别哭，不好了，不好了！玉梅娘娘她要……别哭，不要不要，想什么？玉梅娘娘她要死了！哎呀，相公，相公，玉梅娘娘还没有死，还没有死啊！真的没有死，真的没有死，真的没有死嘛？真的没有死啊！不过玉梅娘家的病啊，病得很厉害。你们怎么会知道的呀？外面王八瓜子，王八能这么写？王八我倒背不出来。
人家讲的我都一起记得。好好好，人家讲些什么，你快快告诉我吧。相公，喏，你们娘娘出来烧香，东外和平无大修啊！相公有请你呀。观音看病慢慢肯开放。为什么不肯开放啊？喏，人家刚提到一户头，今年才没忘记了。相公。石头一枚并不一样，是风是电，人是山上地下地基，难用阳光，急得王爷心无自长，立刻进宫奏明君王，早已看病，奉旨挂榜，相公万一上来，万一上来是说什么？困好并真没风波，本王不愿为官黄金凄凉，黄金凄凉。外家一条不得比中上，年龄相仿早为东朝。是真的吗？我的王皇岂会说谎啊？冯家精啊，冯家精，要是你有力气亦能同一道，那有多好！此风此电，必想必经；此风此电，必想必经。老爷娘娘的名声好贵呀！贵。哦，哈哈，嘿哈，啊，哈哈哈哈哈！我们的快到南对相思黑，他那里领带乃一心日比，有妙一见心相依，同病相怜尽跟随。常遇到性命只要心呀意，家庭外修是灵谁？乖乖，这样一来啊，我家相公可以安心地读书了。我看那玉梅娘娘还是死的好，还是死的好。那怎么好让他死呢？那怎么好让他死呢？乖乖，你带我到刘王府同去吧。刘王府？哎呀，相公，我这接电话了，我不好追你。接电话了。好，那么你有快些说话。其实，你带我同去，你接近我眉头一马回来。相公，千万别不行，相公，与我眉头一马回来。你懂。请问先生真姓大名？万岁姓许，操字金家，许金家，许先生。不管道，不管道。请问先生是从何名义门下？小姨是家尊，我姨是第九代了。也是第九代了啊！王爷啊，万岁分是一家儿，只得应一计里面，就是从来来不呀幸福，康孝成龙分草间，内外儿不可为，真与太奴样样精，四方用呀情义理，为三个单爱民地，愿无因一数年，把名为成营年里，历史万生跨海口啊，该与华东比分离，昨日来到京都的分厅得玉梅娘娘并不起，昨日他带来接帮员为王爷要避雷。真是人不能开妄想，海水不可斗量。先生是当代名医，失敬啊，失敬啊！不管当，不管当，
先生，咱能以得我儿名誉，老夫当罪名伸张，帮你在朝为国。多蒙王爷抬举，只是小爷必为求官而来呀。哪里为我而来呀？那请小爷一点之力，能使玉梅娘娘奉养早日前遇，小爷自愿可罪了。哎呀，先生真是清高得很嘛！佳若，快别去先生接风。且慢，王爷，救人可疑，这病不能无啊！呀！先生虽少年轻，总是道行精细，真不愧是旧代祖宗的老一家呢。他是谁呀？这是陈生童儿，他来见过王爷。是，拜见王爷。佳若，带先生的童儿去永固去吧。是。乔丽。见过王爷。罢了，这位来替娘娘看病的旧代祖宗的徐先生，快快上前见过。是。见过徐先生。这位姐姐罢了。乔丽，上了禀报娘娘，是本王来接陪同先生同上宫楼。是。后面走呀。几十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啊！再想想我家娘娘刘金平，也是叫我好你病。自从念想为夫儿，有病无病难分。他是说他生有病，因得气居是长疼；他是说他生无病，他又是生死黄昏，心灵不宁，梦中常幻张小儿。我看内中有原因，莫不是在庙中见了他，心有所思难可分。小莲，我有什么喜事啊？娘娘，自从放了早一晚班，一连数天没有医生前来接帮。今日一位徐先生来了，岂不是一件大喜事？哎呀，巧莲，我实在不平啊！你快去禀告王爷，不必请医生前来。徐先生，请啊，请啊！天时良夜接王王，夫儿平爹有指望。他为我打工楼上，西边要是从我领上，
前面也是公路了。王爷稍待片刻，先生何事裴啊？小爷他下写字。他写着人呐、啊，王爷，娘娘有病，凤体定然虚长，春歇登楼，家不沉重，定要震动楼板，惊动娘娘的凤体。凤体惊动，马跳就要失常，这样一来啊，就难争到平理了。哦，哎呀呀呀，先生你真不愧是一个老医家呐！王爷且慢，先生又有何事啊？王爷有先见之明，我用小爷养的呀。本王倒也是想不起来，恐麻烦王爷，但讲无妨。小爷高才，王爷这当初的高须嘛。哦，要本王脱须上楼啊！可王爷有什关系呀？这倒不妨啊！可王爷有什关系呀？哎呀呀，不过先生说，老夫穿完高须，脱了须子就不会走了啊！这个小爷也知啊，这是要是不脱须登楼嘛，只恐与娘娘指定不离。哎呀呀，这真是势在两难，还是请王爷听的。好，那就请先生一人上楼，本王在前厅设宴等候。小爷遵命。啊，王爷，小爷一人登楼，这是的嘛？是的。哎呀，这怎么是的？呢？是的。还是请王爷一同上楼的好，请王爷一同上楼的好。先生一人上楼吧，这怎么可以呢？宋王爷，为令下吕大王，一切面子别平当，今头官把儿官操，大大大儿把公律上。娘娘，王爷徐先生一同上楼来了。又来麻烦了。您的王爷，哦，乔莲姐，徐先生，你怎么一人上楼啊？王爷他了高须不会走路，不如他命我一人来的呀。徐先生，你怎么脱鞋登楼啊？乔莲姐，你有所不知，春歇登楼，家不沉重，定要震动楼板，惊动娘娘的凤体，马跳就要失常。这样一来啊，就难以争得娘娘牵手的病理了。不如我要脱鞋登楼啊！哦，徐先生果然与众不同。请啊，请哪来呀？什么红了线呀？什么红了线啊？耶，你做医生的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倒要请教。你听吧，两人私面落雨红，官家医生个个懂，你是九代家传的名医生，难道在千里外马都不懂？乔莲姐，难道许多名医来与娘娘看病，都是千岁儿嘛的吗？是啊。哎，怪不得难得娘娘治病了。此话怎讲？看你是个聪明人，难道此事为龙不去？小小两根红路线，爱马真为爱得真，这都是容易无能评价。难怪娘娘病不去啊！这千血儿马奇变不出，那是风吹仙动，乱板震动，这样怎能端正其平？
我们徐家是从来不有这无人之计，绝对相传，就是平手而马，断平之神，不能压倒平时啊！对，徐先生果然是个高明的医生，没有一点小本领，万个谁来去报？小莲子，还是请娘娘平手而马的好啊！只怕娘娘不肯依允。你只要表明我的来意呀！切，宽平王有什么来意？那来意真诚啊！好，我去试试看。娘娘，徐先生在天地爱马，难以诊断平音，需要平手爱马，请娘娘听的。难道你不知这里是宫内吗？娘娘，你当年徐先生来与你宽平的来意真诚啊？宽平哪有什么真诚不真诚的？娘娘，他比别人一样痛，今比今人他不同，穿鞋登路家不同，比空路般要震动，精通红体心бой，爱马难断平吉凶，为了要是娘娘病，他今在他写才中，轻轻走在繁华宫。你是一个女英雄，整条海滩里踏风，军营男子上我之后之一生心房中。那怎么可以呢？娘娘，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让徐先生诊断你的病因，困吧。徐先生，娘娘她不肯啊！此次是我千秋万传他的应用的。此次都有开腔里的地，那，小姐有理了。你来与我家娘娘看病，应当谢你，怎么反而谢起我来了呢？那娘娘是能病女，小姨子女可在，岂能不谢姐姐呀？此次请吧，请。娘娘在上，小爷徐进家拜见，有娘娘奉养早日前遇。徐先生，请来爱马吧。徐先生。徐先生。徐先生，娘娘到底是什么病啊？娘娘的奉养有4、5天了吧？是啊。娘娘时常头昏目眩吧？头中感伤不感伤？是不是是冷是热？但又冷热不透啊？徐先生，娘娘到底是什么病啊？让小爷再熬一马。此次请吧。请。娘娘到底是什么病啊？据小姨看来，娘娘是小鹿鼻胎冒了风，
一股寒气进心胸。哦，得了一点风寒病，病会这样重吗？是啊，本来这病并不重，风儿发散就轻松，可惜把病延误了，风儿才会刺断胸。我家娘娘果真得了风寒病啦？是要针对旁的原因啊，需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是哦。什么？还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这怎么死的你？这烦恼姐姐呀！哎呀，刚才你要平身而骂，我已经边边看着。如今我可不敢讲了。娘娘在病中，关乎必定身亡，你应该好好去想劝才是啊。好，我再去试试看。多谢乔莲姐。哎，外面稍等。啊，娘娘，乔莲，徐先生说我生什么病啊？徐先生说你冒受风寒。我得了风寒病啦。娘娘，徐先生说，只要诊断旁的病因，还需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分明是一泡不颜色来戏弄哀家，不要看了，快叫他轰下楼去。娘娘，你就让徐先生看上一看吧，我是能看出一个病因来。哎呀，许得多言，快叫他走呀！乔丽姐，分明一泡不颜色来戏弄娘娘，快点滚下楼去。哎呀，你不要惹得娘娘生气，你的性命不保。去吧，去吧。乔丽姐。我是来娘娘看病的徐先生啊。徐先生，这人好面弱啊！乔莲姐，乔莲姐，什么事啊？乔莲姐，我见到的那个徐先生啊，正像在东岳庙遇见的张小儿。是吧？我也一直在疑心，莫非徐先生就是张小儿？他娘娘在这里，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好，来吧，看吧。乔莲，是才听得婢女讲，不与我心中他了慌。庙中间的张小儿，自古守家公子呀，身为仇是徐先生，真是诚难猜想。莫不是野狐控制毛来动，他二人一时生得一般样。莫不是张小儿如徐先生，第二都是因真相。桥板相明进庙中，事情有桥板一声公楼堂。究竟是不是他呢？管他是真还是假，我要亲眼一见定才放。哎呀，这是我已把他滚走了。哎呀，我怎么会把他滚走的呢？啊，巧丽，月梅，哎呀，这两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乔莲姐，这不是真相啊？真相，一定是他。啊，巧莲他什么呀？徐先生啊？哦，他走了啊？走不走？我还不知道呢。那你快去，快去！我叫王爷把他赶出府去。不什么呀？巧丽，是啊，我是说，还是娘
生来看他一看的好，杨翠。要对我下功劳，只要你看好娘娘病，其他的事情我担忧，我只保佑娘娘子，你在门外开门哦。小李子，娘娘一个人是言是语的，咋啊？是啊，许先生来了，许先生来了。是这样，我好想看他一看。我好像昏睡的洗脸难下手，娘娘的平静我不透，曾怕去在这一遭，但愿得天空神元气乱头。许先生好。不为有这样一个巧事吧？娘娘，什么巧事啊？我想不为有这样一个巧医生，能看好我的病吧？娘娘，巧与不巧，让许先生来看过嘛，就知道了呀。巧莲，我想光看脸色，总说不雅吧？娘娘，那你叫他来又做什么呢？娘娘，许先生说只要看看脸上的气色，那么就叫他看看脸好了。是的吗？好，此次就请许先生来看吧。许先生，娘娘请你进去看病。娘娘，许先生来了啊！我要看娘娘的气色，为的是使娘娘能见我的面，是今。许先生，快来看病吧。许先生，娘娘的气色如何啊？娘娘面色微红，此内悲热生火，别性皮露轻盈，必定心柔虚静啊。是啊。我家娘娘一定在冬月庙中被躲在神台上面的那个害人的张小儿吓了一下受了惊来。娘娘在百万军中上前不怕，就怕这个对面的张小儿。哎呀，二位姐姐呀，这叫做捕风不起浪啊！许先生，我看我家娘娘啊，不是受惊，而是碰到了鬼才生病的。何以见得？这叫做无鬼不生病啊！许先生，娘娘她到底生什么病啊？此经虽得一知娘娘的病因，万事不能无下论断啊。为什么？需要看娘娘神色才能下断。神色？看气色能治病因，看神色则成。啊，娘娘，看神色更重于气色呀。何以见得？那天之惊人常于食欲，地之惊人常于无果，神之惊人常于生活。上一大目中有人，神快人作，过后可知其真，不但能断定病因，还能使其平根。此不看双目，就难知其情了。好，请许先生来看吧。多谢娘娘。你去禀告王爷，说我明天还要请许先生先来看病。
得困到。哎呀，第二位啦！啊，是第二位啦。哦，哎呀！是不是在庙中见到的？我看这位徐先生脚比自古真名义，应是庙中见到的，此行妄想到此地。今天他要上楼来，你可问问他的心，只要说明他的心不是故意，命中意。但愿神神保佑娘娘成病自愈，呀呀催。坐在快乐路的位，真心真意上难猜。青石山是风绿道，但愿能发一代天。巧丽姐，徐先生，怎么今天王爷又怕告示声动楼板吗？是啊，巧丽姐，记得娘娘病的时候啊，反而加重了啊。哎，你到哪里去？我不怕是得娘娘治病了。爷，你不是说已经知道娘娘的病因了吗？怎会无法医治娘娘的病呢？哼！今天老子告诉你，要是看不好娘娘的病啊，今生休想下楼。进去，这样。有亏他有两张票儿，有亏他面上文节不平庸，身材面貌体相同，坐在今朝大不动。他对我是不是有真心意？我定要传给他看风。徐先生，你请坐啊。与娘娘在此，哪有小姨的座位？徐先生，坐吧，坐吧。多谢娘娘。不知
知娘娘服药之后，可觉得轻松一些。徐先生乃是神医，我家娘娘已不药而愈了。不药而愈了，这乃是神圣保佑娘娘啊！乃是徐先生妙手为成啊！请问娘娘，您宵夜长路，不知有何吩咐啊？徐先生，我有一事同问。娘娘，请讲。徐先生，你真心？娘娘，徐先生当然是心虚啊。请问你的大名？曹氏金家，夫居何处？哈达门外。什么地方？哈里糊涂。哈达村。哈达村啊。那你祖上做甚哩？祖上八代情谊。你呢？我已是第9代了，陈氏做医生啊。家里共有几人？家里共有6人。哪6人？弟弟、母亲、兄长、嫂嫂，还有小姨我。你生了5个，还少1个啊？还有一个是我的妹妹呀。还好，娘娘是她的妹妹。娘娘千岁，你问的小姨这样仔细，这成啊？这个冤家为什么？还被他问得难回答，听他话像真有像假，叫我怎能相信他？娘娘，你为桥本下命，桥本医生，便来戏弄一家，该当破台。娘娘，小姨我真的是徐先生啊！大胆！你不肯说真话，发得我怒气发，我定要叫你接下马。徐先生，你困吗？徐先生，你困呀？因我发怒要杀他，你去问他。娘娘，你暂时来临之怒，让我再去问问他。大胆大小儿，你到底是有头光棍，还是乡民，还是医生啊？巧丽的呀，我不是玉楼小王贵，也不是乡下中年人，老老实实待你家，实实在在我是风什么？我是风采不大，雨淋不拔，9代家团是有结义。一点不假的许金家，许先生，娘娘，他还是许先生。嘿，事情理在公路上，不必那天在庙堂，我再不为头里天，我定要送你去见菩萨。快接啊！爷爷这里是呀！快接！快接！巧丽！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娘娘，如今他在公路上，还不是要他怎样就怎样？娘，我再去问一问，看他肯不肯把实话讲。他不肯讲真话，你去问他怎成？他要是再不讲真话，你就把他一惊，一人避免了他。待我把他教育王爷，将他不法大帮捆在手中，敲锣打鼓，有家示众，从而把他赶走好嘞。
少年子，这就是娘娘和你的不是了。正是又是哀家的不是。娘娘啊，凡人去帮来开明，是与凤呀杀非情。知道是今日来赴庆功宴，哪知晓娘娘打开了天门台，是这段恩高头，叫普天下的一家真该再有个不幸。哀家你不讲真话的，你为了张小儿，你为了许先生，叫我家娘娘怎么能相信你呢？此意之子，我只得与娘娘实讲了。讲嘛，我不姓氏，那么你姓啥？我也不姓张，不是旧的名义，也不是田三郎，实实在在我本姓封，又是风吹不到啊？不是啊，我弟弟名叫风来堂，户部常侍团君王，岳声名叫风家进，句句实话不无家。你既是官家之子，读书郎，你为什么不顾生死到庙堂？本得娘娘为明光，欲听说娘娘才貌似菩萨，我心好奇欲一见，因此叫拜进庙堂。你进庙为的心好奇，为什么欲拜医生来结拜？有什么不管讲啊？哎呀，你管进庙堂，管上宫人，难道这几句话都不管讲吗？讲嘛！是，娘娘啊，自从庙中见娘娘，总到每日常思想。我将心事禀母亲，家政青梅到府上，谁知王爷不允归，说什么娘娘的婚姻非情长，虚情万载做自家，找一个喷无前的唐元郎。家政闻听心气恼，反把岳声这一场，我从此负心都膨胀，一片思念恰难忘。昨日得知娘娘病，有份挂着早已报，呼吸太巧苦思量，娘娘之病一生长，我岳台娘娘病根源，因此我大胆拜你来祭拜。当真？娘娘凡事不行，你王法在此，请娘娘仔细的看。各酒风，满江彩笔写字用。福根美神能体梦，宁愿笑笑梦里风。风家金地，
年龄相仿，早为东上。他已把我的教令，我也可以放宽心，陪我去看上联兵。娘娘，乔丽的徐先生，起来吧，起来吧。乔丽，彭玉公子做什么呀？迎中分。徐先生，我家娘娘子念你宽平有功，将功作贼，那为夫吃吧。乔丽的，我岂是为此而来呀？哎呀，你真是聪明也是懵懂也是，吃吧吃吧。乔丽的，乔丽的，乔丽的，哎呀，我岂是为此而来呀？双眼的，我这是在做梦吗？双脸的是不家吧，来到坟墓去思想，当日白色人见他，曾是自保自有老，才人得知双脸便与他把非空家老，就那自保落我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刘天华呀，刘天华，你不肯将女儿许配我封家去，如今的女儿已将双面宝贝呈贴于我，陪我回家去禀告弟弟周明白岁，马上红灯花轿到你府上前来迎娶，到那时稀释了我封家去，希望你在老有福啊！啊，娘娘且在，我们同往再见吧。封家俊，你不该苍井宫人戏弄娘娘，真是一件万事。我与你上面接家去，放日了。报府不让。两兵为他儿子救进来了，奉旨见斩，他来有何用？令他进上一节。是，王爷有令，封来让请进。是。弟弟，小奴才，奴才做事太荒唐，有苦逼我婆婆是身上，日当哭儿的娘我为母鸡在无子长，小奴才，这把你的人不听教训，做出这等荒唐之事，真不叫为母苦恼，苦痛。哎呀，弟弟呀，孩儿不孝，连人高堂，此时孩儿才不该在，还求弟弟设法救我。小奴才，苍井公有戏弄娘娘，你给文章我有救之有啊！弟弟，
孩儿急报一品，何为苍进攻略？愚昧情绪良缘，正是戏弄娘娘。不与此事有不为真，娘娘岂是伤了宝贝，引着孩儿兄弟，弟弟请看。哈哈，哦，哈哈哈哈！小奴才，你的韶华不小哦，弟弟听我。下官风雷上北京王爷千岁罢了，谢千岁。冯大人，你来见本王为了无事。王爷千岁，千不是万不是，不挂下官的不是。平生教子不严，宗旨有堂，故而铁道不常与王爷千岁赔礼来了。试问冯大人是家今年，教子有方啊？王爷千岁，就念在你我同朝为官之际，将小奴才从宽发了吧。我奉旨见战，怎能因事而废功？冯大人，你身为户部长士，难道还不知道这些？请问王爷千岁，我儿他身外无存，他苍进宫了戏弄娘娘，你是该斩不该斩？请问王爷千岁，我儿他怎样为苍进宫流去的？他接了早已王邦而来。早已王邦乃是为娘娘明天而去，正是他苍进宫流戏弄娘娘。他以坤兵为名，实在是来戏弄娘娘。既然我儿戏弄娘娘，娘娘为什么不将他定罪，反而审他这上联暴毙？这件事还是下官的教子无方，还是王爷千岁施加不严啊！老匹夫，你刚才发堂之章当中选择老夫，这碗了当。哎呀，要把这老匹夫轰了出去。是，刽子手将冯家军开刀正法。是，刀下留人。既家愚昧娘娘，这里有孙子一把，说说罪名万岁。吕铁花见驾娘娘千岁。领旨。娘娘不在宫楼，到法上责任。女儿在来求弟弟，稍为封家公子。临战不杀。弟弟，封家公子，你赞他不得。真是为吾赞他不得。他不但不才，而且有功啊！他功在哪里？咦，他看好女儿之病，岂非是有功之人？哎呀，他真为坤病哦！他不为坤病，那女儿真的病于你？他是个读书之人，不该叫板一声。弟弟，你王榜之上口称贤明，必是因医之身，虽懂得一套，也不得前来揭发。哎呀，尚未泄密呢。弟弟。自古道只有恩将恩报，哪有恩将仇报之理？为吾赞他不得，难道万岁爷也赞他不得？弟弟，请来困呐！哎呀，为吾赞了他，也为的是你呀！弟弟差也，万岁才子花王榜。儿病越从上，加上医疗是米线，满城百姓去自家。至今女儿病天愈，成家也子，他既把弟弟一日明良辰，不必鸟儿多
丁鸳鸯，弟弟你定要将他斩，岂不知小儿的终身是空谈。儿啊，你虽是生在王府曹娘娘，总是为父亲生娘，不该忘却鬼门兄，莫无真张太荒唐。什么荒唐不荒唐？都是你弟弟闹出是一场闹事，婚姻大事非儿戏，应有回府做市长，花花为庄公楼去，需要把皇家体面也扫光。瞧了你们，把白冬娘娘为做公楼去吧。你这两个小先生也不听老夫指示了。巧丽女妹，把封家公子放了。是啊，你疯了不成呐！弟弟呀，是臣家爹虽恩当报永天，你愿保证不应当。弟弟你定要将他斩一把，儿与你上青天，你记雄王。刽子手有，叫公家军开刀正好。对，他带前人胡乱意，你把为父当作什么人？还是去过回头刀，待我亲自来应应。写字。百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有，刘天皇所举封家进教，百一生苍井公刘，西人愚昧，前世是现役黄州，本应将才，五年本家多年产将官所在，愚昧生包庇世俗婚姻，经过选子，即是我应亲自谢恩。百岁百岁百岁，谢公。冯大人，老亲家，来吧。